这个新闻要来讲一个让人较感动的消息。意大利疫情即摆真严重，咱知影，和当地真欠这个医疗物资，来台奉献将近1架子这个天主教的灵医会，这个意大利这个神父叫李玉石，伊真挂心故乡，几工前伊呼吁台湾的民众呢，会使甲斗3工。目前的捐款已经超过1000万啊！还有一位高龄83岁阿嬷，伊从伊本身一礼拜外这个所得有800块，加上8喙烟，拢总捐出来，和神父。 真感动。咱因有困难，咱来甲帮忙。我是小小啊一丝啊。阿嬷真谦虚讲，只是一丝啊利益，伊甲家己辛苦排队摕到喙烟，要捐互神父。800块啊，8个口罩哦，8拢8哦，真水的数字。谢谢。 靠卖菜为生，每工只有赚100外块的阿嬷，甲家己一礼拜的所得拢捐出来，互神父真感动。阿嬷讲，以前拢是神父咧照顾大家，即摆伊总算有机会当回报。那阿嬷也有真侪民众嘛来捐款。李神父为我们奉献我们宜兰地区这么久了，那我们举手之劳。 新冠病毒当上意大利，互吕勒瑟神父是非常担心故乡的安危，而且台湾的民众大概斗3工，消息传出短5工就无到新台票1000多万，神父非常感谢。我代表他们向你们谢谢，他们没有想到台湾会对他们那么好的。 募款会一直持续到4月15，希望透过各种的管道，互意大利第一线医护人员会当赶紧摕到关键物资。